乡亲啊，继续要来关这个不幸的意外。陆军装甲第564旅一台 CM11的战车，昨因为炮塔稳定的系统来出问题，造成重大的意外。有一个阿兵哥来殉职，一个士官来受伤。讲这位殉职的阿兵哥只是来做兵，做4个月义务兵。为什么就会当进入去战车的内部呢？这点专家是真质疑，讲恐惊是军方保守的纪律出问题咯。陆军是来回应讲，会为国民上来调查检讨，若查出有人员来威胁，绝对袂来暗号。昨下早8点外，陆军564旅伫咧三军联训基地做战车鉴定作业时，一台 CM11战车因为炮塔稳定系统有问题，造成一死一伤的意外。不过，过往生存的士兵，讲是做4个月阿兵哥，应该整理环境、整理配件的工课，先怎会当要去战车内底？伊家属嘛是南投关议员的专门财，伊要求军方还一个交代。因为我本身也是装甲部队啊，2年的时间，我们刚到下部队，半年是进不到战车里面的。他是不应该进入战车的。因为他没有签证，他没有合格证书，这都是在整个保修维持上面纪律出了问题。那家属要真相，专家嘛提出质疑。大好是即摆出代志的 CM11战车，和2006年8月在咧屏东望西溪的战车，拢是共一个车号，敢是共一台车。军方是讲是车号相像，唔是2年前的迄台车。战车的车号不可能换，是跟着这辆战车的底盘，然后一路到它进入战车坟场消失为止，它不会重复，也不会沿用。本部司令徐上将在事发后即进驻第8军团，针对内部管理、训练整备、后勤维保等面向全面实施调查检讨。相关委师人员将依勿枉勿纵、绝不护短的原则核予释惩。陆军搁一摆表达质疑和回失咧，强调会全力甲处理后事，卖配合检方调查，若是有一个结果，得向家属和各界说明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